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当成仙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一起来拍手。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一起来宣告，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定睛于你，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
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是的，主啊，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全心全意的来赞美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是的，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在地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是的，主啊，除你以外，有谁可以在我悲伤的时候擦干我的眼泪？有谁能带给我们安慰？我们一起向神来唱。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将我们的软弱完全的交托给神。因为主啊，除你以外，我们没有人可以来擦干我们的眼泪，没有人可以来为我们扛起这些忧伤。所以是的，让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忧伤，将我们的软弱，我们交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交在主的手上。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来接近神，接近神。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依靠；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帮助。谢谢主耶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也求主圣灵再一次更新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集，要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也愿主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晚上要来举行圣餐。圣餐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他舍自己的身体，所以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所说的。耶稣说，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饼祝谢，所以我要奉主耶稣的名，照主耶稣的样式，我们要一起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也分别在你面前的这些饼和杯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的饼和杯，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来成长，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这时候请凯安长老、嘉森长老来分饼和分杯。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们来领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是你还没有坚信礼，请你暂时先不要来领受，等到你完成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坚信礼或是洗礼之后，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要来寻求主，与主更亲近。如果我们还没有领圣餐，但是我们也依然可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依靠主，也能够早日受洗归主的名下。这个信仰不再是
父母的信仰，或是阿公阿嬷留给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信仰，是我们个人与主耶稣基督所立的关系。当你拿到饼和杯，也邀请你来为你自己做个祷告，求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能够释放我们心中的重担，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与主一同领圣餐的时刻，能够领受平安，能够领受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默祷，在主的里面来安静祷告。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用。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耶稣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是受祝福的儿女，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为活祭，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能更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诗篇第73篇的21节到26节，我们一起看着荧幕上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诗篇73篇21节到26节，请。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今天牧师要透过诗篇73篇来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好，那要分享信息以前呢，让我们来看一段我们在复活节的影片哦。
这是我们在2个礼拜前的复活节啊所做的这个信仰体验。好，你那天所撒下去的种子呢？好，请那个浩宇啊来放在这上面。好，有看到吗？它已经发芽了。好，所以你只要你的信心就像是一颗种子一样。好，当你有信心，好撒下去，上帝就会叫它来成长。好，当你的信心好，只要一点点的时候呢，上帝就能够让它开始成长。好，不过呢，这个是什么东西知道吗？这是稻米，好，稻米，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好，要把它拿去插秧，好，插在田里面，好，然后呢，按照那个那个距离啊，好，大概可以插好一甲的田哦，好，就可以产生很多的稻米，所以这里大概可以够好几个家庭吃的稻米啊。但是我们没有地方插秧，所以我们就静待它成长。但是我们可能吃不到这里的米啊。但是呢，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耶稣好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面死了，但是呢也要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还要长大起来。那这是一个富士山的照片哦。好，那这个是富士山下的一个倒影，好，非常的漂亮。好，但是呢，我们上礼拜讲到了雅歌，好，那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呢，好，那时候的吟诗作对，好，那他就在描写这些妇女们呢，好，贵族的妇女们，好，他们呢那个对于这个恋爱的情怀，好，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啊，叫做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哦，好，意思是说，本来一个妇女女孩子的内心很平静，好，在这个平静的时刻，但是呢，当她开始思念起她的爱人的时候呢，她的心就开始乱糟糟，然后呢，就开始起了涟漪，甚至呢，就像是这个起了很多皱纹一样，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平静下来。而今天我们读的这首诗篇73篇，并不是在讲爱情，而是呢，在讲她的生命的状况。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他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难题，所以他说他的脚几乎要跌倒，而且呢，他看到这一些作恶的人、狂傲的人，他因为嫉妒而愤怒。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绪，或是这样子的经历，遇到不公平的事情，遇到不公正的事情，而你看到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坏人呢，却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惩罚。这个作弊的同学，这个偷东西的小偷，或是这个做坏事在外面作奸犯科的，没有抓去关，反而那个好人呢，却受苦，好人却遭殃。所以这时候呢，诗人说他的心愤愤不平，好像原来一个平静的湖水，但是现在起了涟漪之后，被风吹乱。他不晓得他的人生，看不清楚他的未来，他真的很想跳到水里面去啊，很想结束自己。但是呢，牧师要透过今天这一首诗，除你以外，来跟大家学习我们的眼光，要有3种的看见。第一种，你不要有的就是偏见，大家说一次偏见。我们很容易有偏见。偏见呢，就是你不是正确的看见，而是以偏怎么样概全。有没有人可以全部看到一个事件的全部？有没有一个人他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活在这个世代？为什么我们会生长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是他？为什么我的聪明才智和别人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人生在探索，在摸索，可是你所摸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我们的偏见。这个诗人呢，他也有偏见。从这诗篇里面，他讲到了他的内心，看到这些坏人，看到这一些好人，他的心里面心怀不平。有3件事情，第一个呢，他看到坏人不向别人受苦。坏人也不像别人遭灾啊，这些坏人呢，他们吃好睡好，而且呢，他们呢好像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甚至他们不是只有一时的顺利，
甚至他们都到死了都顺顺利利，让人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些做坏事的人、说恶毒话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享受平安呢？第二个，好，这个诗人也看见这些的坏人呢，非常的骄傲，特别在第9节说，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呢，好，连上帝，好，连这个身边所有的都被他骂的这个一无是处，体无完肤啊！好，所以这样的人，居然上帝好像都没有处理他们，上帝都没有去修剪他们。但是呢，第3个这个诗人还看到，而这一些的好人呢，却被坏人所欺负啊！所以这个诗人说，他终日遭灾难，每日早晨受到惩治，活在多灾多难当中。有没有觉得很惨？好，这个诗呢，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某种写照。牧师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得这么惨，希望这个诗人就已经是最惨。但是呢，好人没有好报，坏人没有坏报，而且好人呢，居然比坏人的下场还要惨啊！所以，这个是诗人当中所描写的情境。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多多少少的偏见，我们需要去把它纠正回来。好，这个偏见呢，代表我们可能是在不同的天平上面，我们每个人所看见的。你所认为的价值观，你所认为的这些要紧的事情，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全部的事情。像牧师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画画，然后呢画画的时候呢，跟弟弟一起画画。好，可是呢，弟弟画画之后呢，我们刚好那天家里面有客人来啊，我跟弟弟平常在家里面，因为我们家是在做纸哦，好，所以我们家有很多的纸，各种的纸。好，那时候还没有影印纸，好，那时候是纸卷，还有很大张的纸，可以在这上面一直画一直画。然后我们在画，然后有客人来，好，客人来之后呢，好，就看到我们2个兄弟在画画。好，然后呢，这个客人就说了一句话，说哦，这个弟弟画得很好，好，但是我当下听了之后就怎样？变成说，我听到的是说，那弟弟画得好，那就是我画得不好啊。好，所以呢就很难过。好，就说我们都在画消防车啊。好，那就说那消防车，弟弟画的消防车有很多个轮子，我就很急啊，就说消防车那么多的轮子啊。好，然后呢就开始就哭起来了。好，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但是这件事情呢，好让我长大之后，好常常会去想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人家称赞你的弟弟画得好的时候，你就会哭起来呢？为什么人家说你的弟弟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焦虑起来呢？好，因为你没有得到称赞，你没有得到肯定，好，你没有得到接纳，所以你会开始心怀不平，就会用这样的偏见，好，然后你就开始就没有办法活在那个平安当中，就是那个一池春水当中。所以这个事情呢，常常提醒我，就是说，当别人赞美的时候，被赞美的时候，你应该要为他高兴。好，当别人没有赞美你的时候，好，你也不用为自己感到难过。但是我们人生常常活在这样子的偏见当中而不自知，以至于呢，我们可能会扭曲了上帝要给我们，或是曲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那个客人好，或许他也没有要说我画得不好，好，他只不过觉得弟弟画得很特别，好，他这样顺口赞美一句，好，但是呢，好，却对另外一个人，好，哥哥，好，就是我，好，产生的这个心里面的偏见和扭曲，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境，不是只有在你的原生家庭，可能在你的班级，在你的学习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甚至连在教会服事的地方，都很有可能产生出这样的偏见。而这样偏见，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呢？在诗篇73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天上圣所的定见。好，我们说一次，天上圣所的定见，天上圣所的什么定见？每个人都会带着偏见，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
这个偏见的眼镜能够有正确的定见呢，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诗篇后面15节到20节，这个诗人呢，好，他没有从地上看，他从天上看。所以17节，好，他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这个诗人本来活在一个很痛苦，好，他觉得这个社会好怎么这么多好这个民意代表啊，好这么多的立法委员啊，好一个月领这么多的薪水，好但是都不做事情，好甚至呢好这些的很多的官员，很多的政客，好他们呢把自己的中饱私囊，好募了很多的钱，可是呢都没有真正的为社会为国家，好都只有为自己。但是呢，这个诗人好，他心里面很愤怒，好，他想要出去好抗议，他想要上街去游行。可是呢，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到了神的圣所，思想这一些人他们最后会怎么样？结果呢，他得到了上帝给他的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原来上帝不是没有作为。这个诗人一直以为上帝都没有管事情了。上帝好像眼睛瞎掉了，上帝好像眼睛被蒙蔽了，怎么都没有看到世上发生这么邪恶的事情呢？当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上帝都不知道吗？好，当这个国家去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上帝都没有在场吗？或是当有的人被欺负的时候，难道上帝都不吭声吗？可是这个诗人怎么说呢？好，18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华地，使他们跌倒灭亡。这个诗人呢，他思想来到圣所当中，思想到一件事情：原来上帝不是没有作为，上帝是故意的，或是圣经说任凭他们继续的作恶，让他们的罪越来越重。让他们的过犯到他是理直气壮，他不再是遮遮掩掩。上帝让他们放在华地，就是让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更顺利。他做的坏事很多，可是呢，他却更顺利，他却好像每件事情都很亨通。但是上帝要做的是，这个滑的地，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这个地越滑，你就越容易摔跤。好像去这个溜冰一样，好，这个滑好很容易可以在上面溜冰，很舒畅。可是当你跌倒的时候，好也会摔得很疼。所以19节诗人说，他们的结局就是在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就是他们平常都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错，不觉得自己需要任何的检讨，不觉得自己有需要任何的改进，哇，觉得我很好，我所做的都是对的。你看，连天上都老天爷都帮我，好，连这个神明都帮我，所以我才能够一路亨通，好，然后娶妻生子，好，然后一世好都所有事情样样都顺利。可是他没有想到上帝的时间，上帝好的结局到的时候呢，转眼之间，他们成为何等的荒凉。就是他们完全来不及准备，而被惊恐所灭尽了。就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们被惊恐所灭尽了。所以这个诗人来到了上帝的家，天上的圣所。他过去一直带着偏见，一直抱怨上帝啊，怎么这样？上帝啊，怎么那样？怎么这么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当他进入了圣所，安静下来思想之后，他看见原来上帝都在鉴察一切，而且在审判的时刻，转眼之间，一切的终局来到的时候，上帝就要来施行他最后的审判。而义人怎么办呢？20节，我们一起来读：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诗人想到这些义人，就是不去做恶事的人，他虽然被忽略，他虽然每早晨都受苦，这个义人虽然每终日受灾难，但是上帝让他知道说，他有睡醒的时刻，那个种子会有发芽的一天，你还会有一个生命长出来。
所以这个诗人呢，有了一个定见，这个定见就是看见恶人的终局，上帝的作为，还有最后义人能够享受到的平安哦。而这首诗最精彩的部分，好，就在最后的这8节。这定见，定见是什么呢？定见不是凭你的眼睛来看见，定见呢是你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上帝的作为。好，所以跟你旁边说，定见是用信心的眼睛看上帝的作为，定见是用信心的眼睛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你不用像那个一池春水，风乍起，然后就吹皱了满脸的皱纹。你不用心里面的平安，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话，看到别人做了什么事情，或是在这个社会上、世界上发生的这些的动乱，以至于呢，你的愤怒就让你活在偏见当中，而是你要有一个定见，这个定见是知道上帝的作为。而最后这个诗人呢，他得到了是一个直到永生的远见，远见，这不是只有一本杂志，而是他很远的看见。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诗人，他得到什么样的远见呢？他的远见，第一件事情，22节，他发现自己的愚昧，就说：“哎呀，我根本不需要浪费这么多的精神和力气，埋怨东埋怨西，为这件事情，为这个人，然后我就不来了，我就不吃饭了。”小时候我很喜欢画画，但是那个事件之后呢，让我有个阴影，就是我弟弟画画都比我好，所以我就怎样，我就不要画画了。果然我弟弟还真的画比我好，他一路呢就画到国小美术班，然后国中美术班，高中美术班，大学美术系，研究所，美术研究所，就这样一路到现在。但是呢，这也是上帝在他身上。但是我不用，如果我有这样子的远见的话呢，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子来看待自己，看待我的弟弟，我不用跟他做比较，不用跟他做比较。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生啊，就是好像那个听不懂人话。畜生不是说是禽兽，听不懂人话。你的狗、你的猫、你的小兔子、小老鼠，你跟他怎么讲话，他听不懂。所以上帝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上帝掌管一切。但是当我们活在偏见当中，我们就好像是那个畜生一样，上帝怎么样安慰我们都没有用。而诗人的一个远见就是他看见自己的愚昧无知。第二个的他的远见就是他发现他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23节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扶我的右手。这个诗人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不要活在偏见，要能够有定见。好，要怎么样做呢？好，就是要常与神同在。怎么样常与神同在？就是让上帝来牵他的右手。右手是代表一个人的力量，就是说他要出力的时候呢，不是靠自己在出力，而是靠上帝在出力。当他要抓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是靠自己要去抓，而是抓上帝所要他抓的。所以他找到一个远见，就是他能够以上帝的心为心，能够以上帝的力量为他的力量。而第三个，他也知道他要保守他心中的力量。所以26节说，即便这些事件让他的肉体、让他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他知道他的远见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他知道他的远见就是要邀请上帝与他同在，他知道他的远见就是要让上帝成为他心中的力量。上帝怎么样成为这个人心中的力量，让他有远见呢？所以这25节、2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恋慕的、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这个诗人在上帝的圣所当中，他明白一件事情，不论是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只有上帝好牢牢的，唯一是牢不可破，好是唯一可以信靠的力量。即便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即便他的肉体、他的心肠都渐渐的衰残，但是上帝给他的力量是一天新似一天哦。所以圣经说，我们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面，就是让我们的力量能够一天新似一天，知道我们有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到永远。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去抱怨的，不用再去 complain 的，你只要做上帝所认为对的事情，你只要做圣经里面所说正确的事情，按着上帝的话、上帝的标准去做，你所做的一件事情，善有什么？善报，恶呢？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什么？时候未到。好，这句话好，真的是符合圣经的精神。所以不要因为看见恶人没有遭恶报，你就不去行善。甚至诗篇当中说，有一群人就跟着这群恶人一起沉沦啊，反正作弊都没事，我也一起跟着作弊。反正诈骗集团好都没有被抓到，我也一起跟着去做诈骗集团。反正好，我可以浑水摸鱼，能捞则捞，能混则混。我这一辈子的目标也是要跟着捞，跟着混。但是当你有定见、有远见之后，你知道上帝不是眼瞎，上帝不是不看见。即便你今天所做一点点的善事，一点点的正确事情，上帝都会纪念。这张照片呢，好是在网络上看到，好以前这个是在今年的过年，好他应该写是除夕的时候啊，这个摄影师在嘉义的市区，然后呢看到这个嘉义的山呢，他就拍了，用这长镜头拍，结果一拍之后，他发现最高那座山是什么山？玉山，玉山，他后来去定位去看，哇，他发现他居然拍到了玉山。从嘉义市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玉山，好，这个是哇，这个是靠这个相机啊，但是肉眼也看得到。好，我在台中的时候，好，常常天气好的时候，在大肚山上，好，那个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或是刚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远山，好，就可以看到那个玉山的山头，好在那边，真的是用肉眼看得见。好，如果我们是住在桃园新竹一带。好，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大霸尖山啊，看到新竹好这个北部最高山大霸尖山。但是好，你看见的好是玉山，可是你要走到玉山要花多久？好，很难的。好，现在这个是在嘉义市，如果你是在嘉义市看见这一座玉山，你可能就要开始这样，就要开始开车好，然后走阿里山公路好，然后上去到阿里山。到阿里山之后呢，还要再继续再上去，好，上去到塔塔加，上去到塔塔加之后，你要再开始怎样？大概走2天，好，快的话呢，用跑1天，好，你就可以爬到这个玉山的主峰啊。有时候看见好是一瞬之间，可是你真的要登到那座山的山上的时候，好，那是要花很大的心血。好，复活节的那天下午，好，我们有去春天农场，好，然后有70几个人，好去爬这个虎头山哦。好，这虎头山呢，说爬很简单，好，但是真的要走也是一段路。这个诗人透过今天这首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福分，好像是要登一座山一样，登一座耶和华的山，不是只有眼睛看到我就得到了，而是你的人生是不断的在登山。跟你旁边人说，你的人生是不断在登山。你的人生是不断在登山啊，所以牧师很喜欢爬山，好，因为这爬山呢，让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信仰，好，真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你要登到这个山顶上，要到这个山脚点，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而且呢，可能要风吹日晒雨淋，中间还要扎营，中间你还要填饱肚子，好，有时候没有水了要去取水，好，有时候呢，好没有柴火了，你要去想办法添柴火。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想要得到那天上的福分，直到永远的福分。但是你不是只有在这边远远的看见，而是你要必须往前行。
如果你想要留在这个嘉义市，就欣赏玉山，或是享受感受在玉山，好，那是遥望。但是唯有你真的启程，好出发，好行动，你才能够离这个玉山越来越接近哦。好，那在明天下午好教会我们有一个是马丁路德好宗教改革之旅的这个分享会啊，好分享会。好，那牧师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分享会，好邀请这一群去德国回来弟兄姐妹，好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好，我们也会用录影的方式，好到时候会，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好也可以看录影。分享就是说，这些好像在看玉山，好遥不可及。这个德国这么远，好这个马丁路德离我们那么久，500年前。但是呢，好，当我们开始一点一滴的采取行动，累积好你的资源，还有移动你的脚步，安排你的人生，就这样子就回来了。好，那这个月份好是陈牧师好回到迦南教会好满1周年。好，去年的5月份好牧师回到迦南教会好开始复任和就任。好，那今天已经5月份了，一转眼已经过了1年。我也没有想到，在就任赴任的时候，好那么快就可以去德国，好，然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旅，好，甚至就回来。有时候我们在观望，等啊等啊等，好，等说好上帝的祝福什么时候来到。但是与其等待，好，你可以选择怎么样规划，怎么样采取行动，怎么样有定见，怎么样能够有远见，而这些事情它就能够成就，就能够发生。所以很多的人可能认为，好去德国很困难，包括连牧师娘，他都一开始都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去啊，我去就好，我去就好，他不可能去。但是他也去了，他也回来了，而且他也觉得真的去的，是很值得去。虽然要跟互助社借不少钱，但是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回到那一首诗这一首诗呢，风乍起，好吹奏一池春水。好，其实呢，这是一个诗人，好，他呢在皇帝的面前，好小皇帝的面前，吟唱了一首诗的其中的一句。可是这个皇帝呢，好也跟他开玩笑。这个皇帝听完这个诗人写的这首诗之后呢，他后面只说了一句话，4个字：吹奏一池水，好甘清何事？好，清呢就是你。好，你看到这个池水这样子动荡，好，本来平静的变不平静，关你什么事情？好，关你什么事情？好，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历史上好的记载，好，但是这个关你什么事情？好，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世界上发生的、眼睛所见的，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好，所以牧师好也要用这个诗篇73篇，好带领大家最后来看，我们到底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有没有关系呢？27节、28节，好，这首诗的最后结束，好，我们一起来读：看哪，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营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到底我们人生所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大大小小的冲突，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政治，全台的大罢免，甘清何事？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思想。你觉得没有关系，你就认为没有关系；你觉得有关系，你就会找到它为什么跟我有关系？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一些罢免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不关心，我不采取行动，这些事情可能会如何的影响我将来的生活，或是我现在的生活，而不是将来。而这个在多的出版社出了很多的书，我觉得这几个书名呢都取得很棒。这个书说自己的癌症怎样自己救，然后呢内心对话的力量，还有呢一本书叫做找回身体里的医生自愈力。好，
我觉得这几卷书呢，好，都很像这个诗篇，好，在读诗篇给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人生有那个卡顿、那个卡关，好像我最近好教会换了一台协会换了一台新的电脑，可是这个电脑呢，好，我在用的时候呢，一直宕机，好，每次录影完之后就开始宕机，好，让我开始卡在那边。可是呢，自己的癌症好自己救，好，到处好找人帮忙，好，要想办法，好，后来想说最好的办法是怎样？这个新的电脑还是给木轩用，好，我就用原来旧的电脑就好了，好，因为他不用一直录影这样子。自己的癌症自己救，好，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一池春水啊，被吹皱了，好像长皱纹了，可是我们需要有内心对话的力量。你看，我们读诗篇，这些诗篇最特别的就是，它没有什么神迹，没有什么奇事，没有什么医病，没有什么赶鬼，甚至也没有什么祷告会，也没有什么333祷告会，也没有什么通宵祷告会。可是你读很多的诗篇，会发现，一开始这些诗人遇到的困难，为什么在事后诗篇的结束，他找到了力量？这是因为他内心有对话的力量。所以鼓励大家，好，我们可以写我们这个灵修笔记哦，或是写日记。你的灵修笔记就是你一个内心可以思想、感受、呈现的地方。这可以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甚至你可能身上有这个癌症的基因，癌症的细胞，但是呢，因着我们自己内心的对话的力量，找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医生。自愈力就是你自己可以医治自己的力量。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身体是完美的，你相信上帝给你的身体是完美的吗？相信的就说阿们。好，很多人不敢相信，我以前也不敢相信，我都觉得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因为我长得不高，小时候长得好，而且又长得不帅，好，然后呢，觉得自己的体力也不好，跑也跑不快，运动也不会好，然后书也念得不好，觉得自己呢都到处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比不过人家。可是呢，当我真的认识神，好，在圣所里面遇见神之后，上帝让我知道说，我在上帝的眼中是特别的。是独一的，是无二的，是没有第二个陈柏志的。所以从那一天之后，我开始知道说，上帝是这样照我这样特别，我应该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欣赏自己，好好的接纳自己。所以不是变自恋了，但是呢，你对自己的生命找到了肯定，发现你很多事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都能，凡事都能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自愈力？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可以在各样子的混乱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好，最后牧师有3个提醒。好，第一个提醒，好，请大家说一次，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在犯罪，你要跟他一起犯罪，还是你要帮助他停止犯罪？应该要帮助他停止犯罪。但有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像牧师最近在常常多了一件事情，就是从教会要走去7，或是要走去银行，或是要走去光南，这个在附近在出入的时候呢，常常看到我们这条中华路上，很多人喜欢怎样，边走边抽烟，然后呢，我就会在后面，都会在后面怎样，把他们叫住，但是我先观察一下他的身材，他到底长，但是抽烟通常都是男生啊，也有几个女生，但是我都会通常叫住他们说，帅哥，你请你可以不要再边走边抽烟吗？而且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也会跟旁边人说，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边走边抽烟？我发现每个人反应都怎么样？他的反应就是马上把烟收起来，马上把我不是凶神恶煞的人，好，可是他们知道说自己做的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好，但是呢，好，我们需要去用智慧。我不是说你要开始，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惹麻烦，好，因为你去告诉别人不能做什么，不要闯红灯，有没有可能去惹到别人？很有可能啊。你要去管政治，好，你要去罢免人家，有没有可能去惹到麻烦？也很有可能啊。但是当别人犯罪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自己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哦。我们来看13到14节，这个诗人说，
他突然洁净他的心，突然洗手表明他的无辜。好，其实他做的是对的事情。当别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在洁净他的心；当别人在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是在洗手，好，表示说他绝对没有跟别人沾染同样的罪，好，罪恶的事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好，你要知道，你要有自愈力，你要让你自己身上能够自己的癌症自己救，你就不要跟着别人一起犯罪。当别人作弊，当别人偷窃，好，当别人说谎，好，当别人骄傲狂妄的时候，你要更加的小心自己，好，提醒自己，好，我不要跟他一样。其次，好，你可以想怎么样去帮助他。第二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说一次。不要因为偏见而远离神。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愚昧的，我们都是戴着偏见的眼镜。爸爸爱我不爱我，妈妈爱我不爱我，好，这个老师爱我不爱我，好，我的男朋友爱我不爱我。我们常常会被这些的牧师爱我不爱我，好，这个小组长爱我不爱我。我们常常有很多自己主观的偏见。哦，这个小组长不爱我，牧师不爱我，爸爸妈妈不爱我，所以上帝也不爱我。而就会因为这些偏见越来越远离神。可是诗人这样说：我若这样讲，我若说上帝不爱我，就是愧对这世代的众儿女。这个诗人很清楚知道说，当他没有办法见证上帝，没有办法察觉上帝的爱，他活在这世上就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你要怎么样真的告诉人家不要抽烟？其实你要更进一步的是要帮助他说，其实有比抽烟好更好的事情。好，他可能觉得抽烟很重要，他可能觉得抽烟好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解除他焦虑、让他可以放松的方式。好，我真的就跟过一个人，好，从这个同林百货这一路这样走回来，跟在他的后面。好，他真的就是非得要抽烟。好，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不抽烟。他也不能在骑楼上抽烟，所以他就直接走在马路上面，在马路上这样抽烟。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让他认识神？因为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找到那个平安，就是上帝会让我们在这个梦醒了之后，看见到底哪个是梦，到底哪个是真。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其实有可能是一场梦。而我们进入到永生之后，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好，但是我们都会觉得说那个永生是虚构的，是虚幻的。我们今天活在当下才是真实的。可是当你死了之后，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一切好，你才会开始困扰，到底我死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永远？第三个提醒，好，我们一起来说一次：不要以牙还牙。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面对不公平、邪恶的事情，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这个诗人说，用上帝的话引导我，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里。这个荣耀是指永远的荣耀，指天上永远的家中。所以这个诗人明白，除你以外，我要有定见，还要有远见。我必须要为着这个目标，要登上这一座山，要去到这个更美的地方，要完成一趟这个虎头山的登山，或是去德国的宗教改革，或是完成人生的美梦和计划。你必须要往前行，而上帝会在那里预备来迎接我们。所以今天这首诗篇，牧师跟大家来分享。希望透过这几个提醒，我们不要有心怀不平的偏见，而要有天上圣所的定见，而最后能够有直到永生的远见。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这些事上，你都能够得到智慧。即便你有很多的不公平，可是你要看到在不公平背后的上帝，他怎么样掌管这一切。即便你知道我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上帝如何能够让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最后能够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
眷恋，除你以外，在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从头再一次，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正面临很多的不公平，有很多的抱怨，或是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去克服的难题。但是你要相信神，你要拿下偏见，你要进入天上的圣所来找到神的定见，而且你还要从定见当中来培养出你人生当中的远见，看见你生命当中的那一座山在向你挥手，看见你人生当中的那一座高峰，上帝正要迎接，在那里等待迎接你，要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牧师的年轻的时候也很爱，也常常比较，跟别人比较，跟别的教会比较，跟别的服事比较。但是当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的比较并没有帮助你更好，这一切的比较，这一切的嫉妒，这一切的埋怨，是在吞吃你的生命，是让你在造成属灵当中的癌症。上帝要我们相信他，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要我们相信他，他是爱你到底的。上帝要我们紧紧来跟随他，他的话是真实可以相信的。上帝要引领你的脚步。牧师也鼓励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智慧，知道自己的愚昧，知道什么是偏见，能够去查验善良、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事情，而你要能够在神的话当中找到定见，并且在神的家中找到人生当中的远见，让你能够在你的人生的路上，一路上与主同行，紧紧的与主来一起来经历高山和低谷。最后牧师要邀请你来为自己祷告。当牧师祷告一句的时候，我也邀请你跟我这样来祷告。愿上帝的话、上帝的灵能够帮助你，让你的人生能够更加的光明。好，请你跟牧师这样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求你帮助我除去偏见。当我心怀不平的时候，当我不满意的时候，
当我不满意的时候，当我愤怒的时候，当我愤怒的时候，求你带领我进入天上的圣所，求你带领我进入天上的圣所，让我知道善有善报，让我知道善有善，恶有恶报，恶有恶报，让我知道上帝你必定有所作为，让我知道上帝你必定有所作为。恶人要遭罚，恶人要遭罚，义人要享平安，义人要享平安。也请你给我永生的远见，也请你给我永生的远见，胜过我的愚昧。胜过我的愚昧。我邀请你天天与我同在，我邀请你天天与我同在，用你的右手搀扶我，用你的右手搀扶我，并且保守我心中的力量。并且保守我心中的力量。你是我的福分，你是我的福分，永远的福分。永远的福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今天能够得到平安，让我今天能够得到平安，每一天都能够得到平安，每一天都能够得到平安。在世上的每一天，在世上的每一天，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别的神，在天上我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别的爱慕。在地上我没有别的爱慕。愿你永远在我的生命中。愿你永远在我的生命中。孩子这样子祷告，孩子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向着神来说，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但是神是我心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你要坐下来之前，跟你旁边的祝福说：神永远是我们的力量，神永远是我们的力量。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神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福分，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成为引领我们生命的人。主耶稣，感谢你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时每刻的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陪伴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来到我们的面前，献上我们所能献上的，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乃是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都奉献给你。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悦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来称颂我们的主。阿门。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约，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神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再次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拍手。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得以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向的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约，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约，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拍掌来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复习一下，我们不要有心怀不平的什么见？偏见，要有天上圣所的什么见？定见，最后要有直到永生的什么见？远见。好，这虽然是3把剑，好3种剑，好，但是呢，让我们都能够好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人帮助与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人生的际遇当中，不会随风而起，不会让我们心中的春水被吹皱，而是能够享受从天而来的平安，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Hello， 大家好，我是勤益的区长，我是敏媛。对，大家好，好，不用拍手，我还没讲完。好，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报告时间。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哦，那是处语长介绍的是李耀胜，弟兄那请起立，他是歪力小组的哦。那我们请歪力小组的组长进行关心哦。好，当然，这么快，好，那接下来就看一个影片。夏日阳光洒落，青春的足迹在城市喧嚣中穿梭，怀索寻找着什么，在弥漫的路口，渴望着那份永恒不朽的承诺。沉寂的黑夜笼罩着孤单的角落，十字架的光芒在心中默默闪烁。曾经的伤痛刻画着生命的轮廓，却有一种力量在暗夜中挣脱。听见了吗？那复活的声音，像破晓的光划破了沉寂。
420个人，对。对，刚才这首歌是 AI 写的。哦，真的吗？我觉得很好听哎，我反而想说那个背景音乐是什么，我想知道一下。好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小会的报告，本会的报告。那下礼拜呢是母亲节的主日哦，然后呢就是只有一场礼拜是9点半开始这样。那邀请身为是母亲的亲友可以来参加，那就欢迎就是可以带你的妈妈一起来领受祝福，对。那当日的爱餐呢是暂停1次的哦。下一张。好，下一张 ，OK。那是小会的消息，就是欢迎这几位弟兄姐妹成为我们本会的一员，欢迎家人们。那也看有成人洗礼、信仰告白跟小会洗礼哦，欢迎他们。对，那再来就是还有很多转会籍的，就是成人都是转成人会籍啊，还有小额会籍转入本会哦。那接着还有诗雨姐妹呢，她就是从小额会籍转了成人会籍，对，就欢迎他们成为我们本会的一员，欢迎他们。OK， 那敬拜部门的报告是5月7号的333，是祷告会的主题是为母亲祷告。那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带你妈妈或者你自己可以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哦，所以一起来参加吧。好，接着是敬拜部门的报告是5月24的礼拜六，是举行音控训练。那我们会请比较专业的外场的厂商，然后来进行我们的音控教学。那有兴趣的同工在5月10号以前，向音控组长的恩典举手一下，恩典在后面，然后对，要进行报名哦。那名额有限，据说只有10位名额嘛，对，然后快额满了，所以赶快。如果你有兴趣参加音控训练，或者是不用，如果你有兴趣的，也不是说一定要会，对不对？有兴趣的就可以来参加。然后侍奉部门报告是5月7号的星期三的10点半到12点有松大的讲座。那题目是桃园珍宝皮糖的永续价值哦，最近永续价值很有名哦，一直都在出现。对，然后呢，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如何从皮糖变成一个社区的宝藏这样子。好，那就请我们的齐鹏老师来为大家授课，所以如果你想听的可以去哦。再来就是侍奉部门的阿卡美的报告，就是2025年的今年的英语品格营要 Cooking Puzzle， 然后在7月7号到7月15号举行哦。那欢迎如果是国中到大学生的报名同工，那如果是小1到小6的报名学员，那在场你是国中到大学生的举手一下，在场。国中、高中、大学。对。然后你有报名同工的方向？哎，好，在场的，哎，在场都报名了 ，OK， 好。那就是继续的邀请各位同工可以来参加哦。好，在最后的外长部门就是刚刚牧师讲到说的，就是这礼拜天，就是明天我们的1点半会在401举行的德国宗教之旅的旅行的新的分享会，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哦。对，再来就是中备部门的报告，就是 A1 的初信教造就，就是下礼拜6的2点。A1 初心造就课程，然后如果你有报名的，你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要记得留意时间哦，那要按时出席。再来就是2025年的第1期的生日助学金已经公布受奖名单了，那在1楼的公布栏。那如果你呢就是下礼拜日是礼拜中颁发，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主日要颁发，那如果你是受奖人要记得出席。再来就是5月17到5月18是全教会的退休会，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在5月17礼拜六的早上7点45在教会集合，我们8点会准时发车。然后如果想要看车次啊、用餐、座位表还有房间分配的，请到公布栏去看。然后呢，明天就是5月4号的取消报名之后的取消报名者，那要收行政费用哦。所以如果你还在决定要不要去的，尽快在这2天。还有少数几个名额，如果要去的还可以对登记这样。要去的还可以哦，剩1天哦，赶快。OK， 那补充一下，好，那个我们的周报肢体消息哦，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琼元老师，好，他在5月6号到6月3号在内坜国小有一个展览哦，好，是这个诗情画意的艺术个展。好，那琼元老师在我们当中呢，请琼元老师站起来哦。好，我们来恭喜这个琼元老师。那他的展览地方呢是在内坜国小，5月6号到6月3号。好，如果你有
经过内坜国小，或是有朋友住在那附近，好，也可以邀请他们好去参观，好，一画配一诗，好，我们今天都在讲诗篇哦，好啊，这个琼伟老师啊，直接用画的，还自己写诗，而且呢，背景的音乐也是琼伟老师自己用柳琴来演奏，好，所以我们也为他来恭喜，好，也希望这个展览都能够顺利，好，谢谢。好，那招待这边有多一个报告，就是刚刚有吃圣餐嘛，那圣餐的垃圾可以丢在外面的那个玻璃门旁边的蓝色垃圾桶哦，记得。好，那我们出发去小组吧。